我哋每一個人嘅原生家庭都好可能會影響我哋嘅性格、做事嘅方法，無論喺學校、工作、朋友、親戚當中，我哋嘅表現可能都會好唔同。其實每一個國家、民族、唔同嘅社會上邊嘅群體都可能有一啲嘅潛規則，一種嘅理念叫做 social games， 我叫佢做社群氣質。呢一種嘅潛規則其實好影響我哋待人接物嘅態度，甚至乎價值觀嘅取向。好明顯，我哋嘅社會一定有一啲人樣樣都要跟足規矩做嘢，又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使所有規矩都做到足嘅。另外有啲人覺得合群性非常之重要，一定要保持自己人嘅關係。另外一邊廂亦有啲人完全唔中意合群，佢哋唔覺得需要顧及人哋嘅感受。跟足規矩嘅人就好似喺既定嘅方格上邊做事情，我哋叫做 high grid。重視合群性嘅人，我哋叫做 high group。如果我哋將 grid 同埋 group 畫成四格，我哋就好容易分辨到四種完全唔同嘅群體特性出嚟。嗰啲完全唔重視合群，又唔一定跟規則嘅人，我哋叫佢哋做 individualist。佢哋一般係個人主義者，好多時候都會喜歡獨斷獨行，其他人嘅觀感完全唔需要考慮，只要滿足到個人嘅期望，先至會冇糾紛。嗰啲好着重合群，但係又唔一定跟足規則嘅人，我哋叫做 egalitarian。佢哋一般都係合群主義者，自己人嘅關係同利益永遠行先。有熟人識嘅話，飲茶就唔使排隊啦。要和解就一定要靠自己人嚟做和事佬。嗰啲好着重合群，但係又重視規矩嘅人，我哋叫佢哋做 corporate 或者 hierarchist。佢哋一般都係企業主義者，跟足程序做所有嘅步驟，亦都會維繫整體利益嘅基礎底下做事。企業或者家族嘅形象一定要保住，只要按足程序做，就唔會有紛爭啦。再有一種群體，佢哋好講規則，但係又唔重視人與人之間嗰種嘅合群性，我哋叫做 authoritarian。佢哋一般都係獨裁主義者，佢哋好重視體制，但係同時間每個人嘅個人利益可能比合群更加重要。特點係只要最大話得是嗰個 OK， 大家就唔會有糾紛啦。其實我哋每一個原生家庭可能都可以劃分喺呢四個唔同主義取向嘅方格裏面。如果我問你嘅原生家庭屬於邊一種嘅特性，你會揀邊一種呢？喺我哋成長嘅路途上邊，呢一啲背景嘅培養都會正面或者負面影響我哋嘅工作生活、婚姻生活、社交生活等等。如果我哋喺一間小公司裏面，嗰種嘅文化好多時候都係獨裁主義。喺一啲銷售行先嘅公司裏面，好多時候都會係個人主義。喺一啲初創公司裏面，好多時候都會係兄弟班嘅合群主義。大部分上市嘅公司同埋大型嘅機構都會係企業主義。假設你同埋你嘅配偶係嚟自唔同社群特性嘅家庭，互相之間嘅摩擦就一定會好多。因為大家對處事嘅着眼點都會好唔同，同家人同埋朋友嘅關係建立方式都會好唔同。但係如果我哋明白到原來大家 social game 嘅玩法，咁我哋就可以嘗試用同理心去對待對方啦。好多時人與人之間嘅衝突，其實都係因為呢一啲嘅潛規則，令到我哋冇辦法共融。如果我哋唔明白點樣去用唔同嘅社群氣質去排解糾紛，紛爭就只會持續而冇辦法解決。